2026年丙午年，今年咧係馬年。首先講下值太歲嘅生肖屬馬嘅流年運程。今年咧丙午年，亦係傳統所講嘅赤馬紅羊劫。今年咧係赤馬年。首先講下太歲嘅生肖馬年嘅流年運程。古語有云：太歲當頭坐，無喜是非來。今年咧性格咧就熱情，容易將事情放得重啲嘅，容易鑽牛角尖，但係喜歡幫助他人。要注意下自己嘅脾氣急躁，容易咧就係得罪身邊嘅朋友。今年嘅吉星咧有象星、歲駕星。今年咧你嘅能力咧有魄力嘅人嚟嘅，有歲駕星降臨咧，有如皇帝出巡之意。你今年嘅事業咧，工作能力係強嘅，亦係能夠得到上司嘅信賴，可以喺學術方面加強下你自己嘅地位同埋成就啦。財運方面反而一般般嘅啫，容易係冇方向，理財咧容易失方向。如果係投資嘅，買賣股票就要小心啦。正在讀書嘅同學們咧，今年咧讀書嘅運氣咧係唔錯嘅喎。研究學術方面咧好有心得，可以令到學業方面咧有所成績。感情方面咧要懂得忍讓，避免咧就婚姻有問題出現。拍緊拖嘅係容易引起誤會而分手。凶星方面咧係有太歲星、劍鋒、伏屍、三役。凶星咧就係比較多嘅，今年咧要小心被利器嘅所傷，做啲機械工程嘅或者工地工作嘅就注意下安全措施啦。今年咧畢竟係太歲年，揸車嘅朋友咧喺路上咧要懂得忍讓。有三刑星始終咧係會迎及到六親嘅，多啲關心家人嘅身體健康，注意下親情。化解嘅方法咧，可以喺正月到太歲廟攝下太歲啦，或者咧帶啲屬羊嘅飾物，保佑一年嘅平安啦。